今日嘅助詞係啦，喺現實世界領域嘅應用。啦，第三聲調。主要係根據呢三位老師嘅論文。先睇第一部分關於現實世界，即係我哋睇出去外邊個現實世界客觀嘅世界發生嘅嘢。我哋先睇一個例子。雪啊，落雪啊，六月飛霜啊！喺呢個例子咧，佢提到落雪，嗱，即係出邊嘅天氣變化，落雪啦。之前冇落嘅，而家落，描述呢個事件。跟住睇第二個例子，快啲啦，天黑啦！呢度咧天黑啦，即係之前咧係白天，而家就嚟晚上啦，所以就嚟天黑啦，就嚟天黑啦，即係時間嘅變化。跟住睇下第三個例子，幫主，我喺呢度喎，中鋪頭，鋪頭啦。呢度咧，幫主二當家做唔鋪頭，即係做唔出嚟，做唔見人。咁佢跑到佢面前話鋪頭啦，咁即係意思我出現啦，咁意思係指人嘅變化。跟住睇下第四個例子，你而家翻去執俾差人駁到點啊？我幫你執咗啦。呢度咧，我幫你執咗啦。執咗嘅係煙頭，即係佢幫我個煙頭原來響地面冇執嘅，我而家幫你執咗啦。咁個煙頭狀態變化咗㗎，呢個係指事物嘅狀態嘅變化。你睇下第五個例子，我啲人呢？走咗啦。呢度咧，因為我啲人咧走咗，即係你啲人走咗啦，啲人走咗啦，指人嘅狀態變化，原嚟就響廳度坐住嘅，而家啲人走咗啦，唔見咗啦，又係指人嘅狀態嘅變化。去做一個總結，呢一部分係關於現實世界、客觀世界嘅咁發生嘅變化，或者咧係有新嘅情況發生，或者喺事物或者人有新嘅狀態出現。總一點就係講話嘅人有新嘅信息要傳遞俾聽佢講話嗰個人，呢個就係佢嘅響對於客觀世界事件事物嘅用法。